日放假喎，你諗住做咩啊？就喺屋企咁無聊，如果有得返學校玩就好啦。不如我哋問下同學仔想學校舉行咩嘢假期活動啊？好啊，同學，你喺假期嗰度會做咩㗎？我假期會溫書、做功課同埋睇電視。我平時都係會溫書，同埋瞓下覺。我會做同細佬玩啊，然後睇下電視咁樣咯。我假期會玩 Roblox。我假期會瞓覺。同學，你有冇參加興趣班啊？我有，咁你參加咗咩興趣班啊？我參加咗 English Drama 同埋 English Public Speaking。我參加咗視藝訓練。如果學校舉辦攀石班啊、魔術班同埋聖經班，你會參加邊一樣？我最想參加就係攀石班，點解？可以放膽啲咯。其實我最想參加呢就係魔術班，點解啊？因為魔術班呢，佢可以到時候可以演出俾人哋睇，可以好有趣，亦都可以俾人當做明星咁樣。我最想參加聖經班，因為可以讀聖經同埋認識耶穌。同學仔嘅假期真係多姿多彩啊！除咗休息，都可以善用時間參加課外活動，放鬆下，增值自己。